大家好，又係我老詹。今集又係啲開箱嘢啦。今集開一個 Switch 相關嘅周邊產品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記得睇落去。今集咧就呢個開箱呢個 Switch 嗰個 docking 啊，Switch 2嗰個 docking 都幾大部噶啦。同埋都幾貴下嘅，我冇記錯，正規授權嗰間嘅商店咧，好似800蚊隻啊。呢隻咧淘寶唔使50蚊，佢有啲咩分別咧？咁就繼續睇落去啦。佢其實唔係好大部嘅啫，佢入面有啲咩咧？本體一個。同埋一個說明書，同埋有啲咩咧？一張嘅說明卡，呢個咧就係一啲升級用嘅資訊啊！你知老任咧一升級咗之後咧，即係嗰個 firmware 咧，其他周邊副廠嘢咧有機會係用唔到嘅。所以咧，佢就俾埋個升級嘅資訊俾你。當部 Switch 升級咗之後咧，呢隻嘢係可以跟住一齊升級嘅嗰個 firmware，咁就可以繼續用啦。佢有兩款嘅，兩款分別喺邊咧？就係呢一個嘅 LAN port 啦，一款係有 LAN port，一個就冇 LAN port。呢一款咧，呢兩個 USB 就係 U3 版本。而冇 LAN port 版咧，呢兩個 USB 咧，一個係 U3，一個係 U2。當然呢個 Type C 咧就要嚟充電啦。呢一個 HDMI 就係駁 mon 用嘅，而呢個圓點位咧就係駁電視用同埋嗰個桌遊模式兩個嘅Switch嚟嘅，即係嗰個轉換嚟嘅。我試過咧呢一個嘅 Type C 咧，用副廠嘅火牛咧都用得到嘅，都可以出到電視嘅。咁唔知大家對佢有冇興趣咧？我之前都曾經拍過片係用佢嚟駁出嚟玩 game 嘅，即係當然最新嗰兩隻啦，就係 Mario Kart World 同埋巴哈薩教 Resident Evil Requiem 呢兩條 gameplay 片嘅，大家可以睇下佢個效果嘅。但係當然先至聲明戴翻個頭盔先啦。由於我張 capture 卡咧比較舊款少少，只係做到 4K 30或者 2K 60 frame 嘅啫，所以我揀咗 2K 60 frame 嚟拍片嘅。當我遲啲升級翻個 capture 卡之後咧，就當然可以 4K 60 frame 俾大家睇啦。唔知大家對呢隻副廠嘅Switch嘅 docking 有冇興趣？大家又中唔中意咧？但係都要 CL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嘅。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